叔叔日常今日去咗呢間近排人氣超高嘅叉燒店。朝頭早11點3得3個人排隊。當我飲完咖啡11點9返嚟，已經咁多人。12點正開始放人入去，坐滿咗閂門。12點9終於到我啦，但係睇下條龍，去到街尾 QR code 落單。話說呢幾款係大熱款，我好擔心阿哥哥會唔會切叉燒切到好攰。呢碗湯送嘅涼瓜瘦肉湯，熱辣辣，勁好味。我叫咗一個叉燒雙蘭黃蛋飯，睇下嚿叉燒，超級肥美，肉厚啊！當我篤爆2隻蛋嘅時候，我覺得好療愈啊，好唔捨得食最後一嚿叉燒。講真嘅，真係幾好味，不過喺我心目中都係第2位啫。如果有興趣想知我心目中第1位最好味嘅叉燒係乜嘢，留言俾我啦。大家唔想排隊就不如叫外賣啦。